素嘛该最好食。每道菜，每道菜都很好吃哦。哇，你是因为妈妈拿刀子吗？松柏、老弟、Q 淼，今天带着什么决心来？我养啊，我养哦，什么传统？你安慰煮菜，你真的学校女朋友排到车站去了。小朋友，爸爸你要担心了。哦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。这道菜哈出了个很下饭哦，它走的另外一个小名叫做再来一碗。可以耶。我选呢，他说宝石党北就加雾色个点哦，说不定他我也是跟宝宝石啊，你看到哦，你看到。那是塞班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手就獻唱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。今日呢來到一個台中嘅現場，發現到，哎呦，因為特別來到台中嘅時節，大家就同一前報名，鼓手現場哦，火玉米當蟲啊，表演。哎呦，今日嘅節目，蠻開始之前哦，你兩下主持人是當激動哦，因為體育白肚豆哦，兩組都是回鍋肉，我們又參加過嘅來賓啊，哦，都是，而且。跳白就參加過，他們跳白就係對手，要不就對到哎，對到，哇，真的，上次是平手，哦，真的，哎呦，啊，唔講你先稍微緩解一下，好因為培養到今日評審欣賞，馬上先來培養到秦玉鳳騎師部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。阿鳳哥你好，雜個都有分享到係盧準斌盧師傅，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阿斌哥好。好呀，馬上就來分享到今日講到喺之前嘅 BS 嘅些評述哦，風吹嘅代表係媽媽帶啲聲音咧，聽我來比賽。分享到係李梅子、劉嘉威弟弟。歡迎歡迎。上擺係大梅兒來啊哈，好，看一下攬水哈，上擺美就來個係父子檔，歡迎劉翔傑還有劉宇瑤。歡迎歡迎。我有翔傑哥的 Facebook 啦，不過上擺係大因為不用強下啦，所以這一次又玩一下，不過吼很期待結果咧。哦，真嘅呢，好，不過呢，今日來比賽帶啲無強嘅心情，應該咩有無強嘅私房景點，也係好使老太太分享一下。好啊，浙江嘅有名嘅景點係彩虹三煞啦，佢係有有民宿同搭呢嘅夜景都有名哦。骨島嘅遊客，我是一個打卡。哦，好地方。嘿，還有吼，來到石江哦，主要介紹講嘅素材啊，聽講吼，翔傑哥基本沒有推薦一紮係嘛？東風自行車道邊選的舊房屋，就是個 3D 彩繪，吼，個係世界童話，例如3隻小豬，種安尼個彩繪嘅東西啊，台灣當到地方當下就，啊唔過頭石江了尾嘅就一個係4D 嘅。哦。啊，宇瑤有去過嗎？有。有哦，因為唐喜樂是東西下巴成啊，那玩一整天的行程呢。唔錯，估上來咗台中一大位東道地方好留料哦，下禮拜來看啊。好，我呢馬上就嚟進行體育館嘅料理比賽咯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有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好，第二關呢就係料理大屌絲，兩組呢已經拿出家嘅秘密武器來，先看一下風吹，你咪知呀？蘇紅奶一個當明顯就係蘿蔔乾，乜嘢做嘅？愛做嘅。哇！誒，很了不起哦，動沙比很了不起哦。誒，啱唔過點樣用蘿蔔乾帶來嗎？料理咧？按下飯。哦，很下飯。當叉噴啊，係啦，叉飯啊，係啦。哦，一個大槍蹦翻就當叉飯嚟呢，但係可唔可以夾配啲東西都有啦，我有秘密武器。OK， 阿嘉威平常都會開料理嗬，會天數嗬，有啦。做啲天數嗬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哦，真的真的。好啦，談看一下，因為家下記得準備嘅係菜頭乾啊哈，蘿蔔乾。唔過吼，家下嘅皮頭去到兩片哦，是皮頭凍香了。這個是什麼？誒，你諗住今日帶來秘密武器？這家木做嘅手工嘅豆腐魚。哦，係啱咩做嘅？係啱啊。自家木卡做係最好食啦。係。唔過今日哪個豆腐魚愛做乜嘅料理咧？我用豆腐魚做炒雞肉。哦，豆腐魚炒雞。今日宇瑤是來做小幫手，也係大主廚。對，大主廚。
你讲嘅哦。哎，哎，你等一下拭目以待哦。今年啊负责切菜，哦。就的部分交不给，嘿。你让嘉威的压力有点大。我再用先问一下，今年比赛有信心吗？有。好。好，亮翠呢马上就来进行比赛，而且呢都会带着来也来哟。哦，看起来有点像是儿子的大 PK。马上来倒数3、2、夜唱开始。开始咯，开始都走咯。哇，我發現到啊，台中人哦真人厲害，因為呢家的聲音呢都會料理耶。哎呀，好厲害！張伯謙可是吃他媽媽的奶水30幾年了。冇眼叫啦，我網上唔識寫啦。哦，你網上唔識寫啊 ？OK， 好。看一下資料做嘅。好。因為隨條棍都炒盤咯，係麼？即係一聽到好食，媽媽煮呀，除掉理好什麼？媽媽煮嘛，該最好食。每道菜，每道菜都好吃哦。哇，你是因為媽媽拿刀子嗎？不是啊。個嘉威啊，豆腐卡有甜手嗎？有啊。有哈。蘿蔔乾炒嘢可以用你嘅西口嘅1到2年嘅蘿蔔。哦。因為老嘅蘿蔔你愛來那個煮湯。我說也係差唔多曬2年呢。係蘿蔔乾就拿來炒，個香。天鳳油。油，還要帶麻油。哦，我在預先講呢。係啊。松柏老弟 Q 秒，今天帶着什麼決心來？我養啊，我養哦。係啦。來血池啦哈。也沒有血池，其實妹妹第1秒。沒啦，不過做嘛個先加麻油啊。我覺得要麻油嘅香氣啦。我先炒菜脯係啊。沒啦。你要拿什麼跟我講？哦，那太緊張了，那你先夠力，好讓他慢慢做，慢慢走一下，好。真的。哎，真的很厲害耶，弟弟。太中鋪呢？讓大家講一下，這個蓋用吼有嘛個技巧嗎？有什麼技巧？它不用加那個沙拉油，它自己本來裡面本身就有那個油。哦。慢年糕哎。我煮菜長得有人用講哦。慢年糕哎。爸爸。哇。爸爸，你有寫好我們會問這一題哈？哎，你平常時就有教佢煮菜係冇？係有，係。如果做甜手啊，跟媽媽做煮嘅時陣，啊，跟我邊選有甜看。好棒哦，佢咩當很好哦。係。你看他剛才還差一點要甩鍋哎。沒有，那許多家庭嘅搞咗動腦筋，搶誰可以去做，對不對？不過你也係蓋餅肉吼，雞腿肉。係。啊，兩晚頭煎，啊會出油了，眼咗個薑跟麻油落去，咁我就嗰會逼高越多呢。哦。等下真夠用麻油啊呢？係。不過我對家下豆腐雞嘅動有興趣啊，因為佢講吼係家妹做嘅。媽媽會用這個做什麼其他嘅料理嗎？一般人可能食馍嘅還是我拿出來烹了，我超愛吃。阿媽是在那。炒菜啦，啊菜嘛是在安內，哦，萬用啦，或者是你做玉子燒的時候也可以加進去，沒錯對啦，調味。啊，余瑤，像你煎蓋用嘅時節，我看馬蓋長地嘅熟有冇熟？看它的顏色。它真的很專業，而且你看它不會很躁動，一直翻，也就不用電給，你真的很厲害。你現在有想好長大想做什麼嗎？有想好嗎？還是要想當廚師嗎？有在考慮。你先問他們倆的意見。對。不過我許多啲動有天賦呢。對啊，懂乖耶。你下幾多歲？13歲。13歲。有女朋友嗎？爸爸面前可以講吧，哈。走對嗎？可以嗎？不能講，不能講。好，你先祝我們拿過來。哦。哇！所以用麻油逼出調味香氣來。有調味了嗎？鹹甜啊。你阿叔不用了呀？不用，那個醬油。你不要緊張。照你自己的步驟。哦。現炒香啦。這個真的很下飯呢。那用直接就做滷飯呢。凍飯式的。哇，凍香哦。嘉威，該下個蔥兒係你切個切嘅係嗎？那是你切的嗎？嗯，不是，妹媽媽切的啦。哦，愛煮食打飯。
哦，小婆怎么？啊，今天怎么没有带女儿来？本期体验吗？哦，落好事吧？他有可能换他今天来求月老。很有可能你要哦。骗个你劳动领养的哈。哎，这看起来很好吃哎。你看你看什么？那个颜色完全对了哈。你看好咬我啊！就是把它熬一下，嗯，哎，你没问一下吼，像个粽儿係咪安用炒？不過係炒的係糯米啊。咩中的咩呢？中诶，中的还爆落去啊！包或者现炒锅啊。也要先炒。没有，我们粽子哪有炒翻呢？哦，现炒锅啊。阿某呢？他最会包粽子了，一直會炒。因為煎過啊，用嘅豬油係真小哥會炒半熟，沒有嘅用脆來脆半熟，半熟蛋包很有嘿。很香哦，清简单的米汤，不过呢，它很不简单，因为很简单啊，老配干就晒了2年的时间。切架晒嘅哦。对呀。好，纯天然啊。嗯。那以後我會教一下那個我們的家威哦，用辦都曬個菜條膏。沖去添上去。好。好。這個最。還有準備是清炒咯。最好誒。水母嘅冰箱嘅啊。喺凍後是炒盤嘅，唔講嘅冇試過菜條乾炒嘅炒盤。蒙阿爹先孔改片哦。好，這差不多了。哇，哎，今天我哦挪一下吧。這個不誇不其。哇，好香哦！啊，你哋有調味嗎？沒有，冇吼。這就調麩魚啦哈。調麩魚，然後又裝一束水，調嚟落，會落一樣嘅。啊，你要添椒魚嘞，等下椒佢嘛。中間要挖一下。所以其他頭車按到很下飯嘅啊。嘿。冇啦，很下飯啦。什麼款哦？你安穩煮菜，你真的學校女朋友排到車站去了。小朋友，爸爸你要擔心了。哦，沒關係啦，沒關係。這道菜哈，出了個很下飯哦，韓走的另外一個小名叫做再來一碗。可以耶。我先呢。這個是不是差不多了，爸爸？差不多了。你別動哦，我驚怕佢嘅出風來，因為挑夫一落去凍腳會出風來。爸爸你要添水。我重盤了嗎？要裝盤。好，是的。你要款又落去到再裝。又鬆哦。接手，它已經好了。來，魚腰。對。你先去過來阿姐兩片。好。阿姐，哎。那係取到兩百哈，因為魚腰的出現，什麼款哦？你安穩煮菜，你真的。學校女朋友排到車站去了，小朋友，爸爸你要擔心了。哦，沒關係啦，沒關係。不是你要等下給發這個你們就好嘅嗎？係。好，差唔多你就倒數咯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來吃看下鐵管地圖，內部開咪是靠好食嘞。好，今天呢平常的時間氣氛特別的緊張，因為今天的兩組是真的要來對決的。哎，好，現在有薯片兩個，你兩個很下飯，當茶盤，聽我來試試看吶。來。好。哦喲，好香哦！哦，韓國嘅炒盤啊，炒到粒粉面呢。而且真係當茶盤呢，而且。佢邊嘅蘿蔔乾嘅量哦，嘟好，估數唔會聽鹹嘅呢。價位最準啦，價位之後呢，媽媽也擺煮嘅樣板。可以。可以。不開料理都係媽媽煮嘛，也係爸爸窮下，你會聽書啊樣？我聽書啊，煮係媽媽。哦，請好生媽媽的料理吼。我想很下飯呢，應該就會幫小朋友取的，因為新年色都練好，就是爬幾下不很煩的呢。這道菜哈出了個很下飯哦，韓走的另外一個小名叫做再來一碗。可以耶。我先呢，問一下，你祥傑哥啊，有試過倆有菜條乾炒嘅炒盤嗎？冇安尼試過。冇吼。冇。啊，驅動樣辦？每套東向啊，是的是上很多世界5月節的包嘅種。炒嘅家就講到，安尼。韓國嘅因為佢地位都有菜條乾，還有盤，那個口感凍凍哈。魚瑤你覺得咧？
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我跟你们说，他的还不错，是都摸的。董浩轩哈，不过佢做乜嘅會講還不錯，係因為叫佢撈個形容詞哦，你有本事個抄解這個豆腐衣嘅概念啊，係嗎？我想用線來去看好咧。来换吃蓝队的看看哈。是我们雨薇弟弟煎的哦。豆腐衣手碟。冻你妹，下面做个豆腐衣哦，冻好些嘞。嘉威，你吃的嘞？可以啦，可以。可以。跟妈妈的比较呢？感觉是妈妈的比较好吃。没啦，妈妈做的还好吃，但是我问你啊，你爸爸做的怎么样？也还不错啊。好，爸爸讲。今年俺用的豆腐是蓝莓嘅，係所以食嘅時陣就酥酥辣辣嘅，係。不過嚟磅磅嘅時陣，實在本更加多版嘅個盤嘅。咱許多倆套菜吼，係祥姐媽媽嘅豆腐嘅梅絲，加落去余姚的這種煮菜技巧，兩隻加落去吼。完美。好，緊張的時間馬上就到了，先搶7師傅搶本分數。有啥喲？阿炳哥緊緊拜託一下咯，看一下阿炳哥嘅分數。哇！嚇死人！很專業下來咧。7師傅搶公平。其實哦，兩片兩片都做東南片啦，吼，所以我挑一下小小的毛病啦，吼。兩邊我冇本記嘅想法吼，佢甲雞我皮油啊，拄開始煎的時陣做咧炒下，皮油啊是到有個焦香味。你韓版面做咧從啊，唔是衝不切，剩煎好時陣人落去切好人炒，人去入味安尼。吼，我本兩片想法係講吼，甲櫻花香。搭配個菜脯，真緊一絕，凍好食，食差別到安樣樣，真的是很下飯。魚要越好多啦，這個皮線落去煎下香，但真的是雞蛋裡挑骨頭，你做得凍好。阿炳哥咧，呢個我嚟講呢一片吼，用個豆腐衣做一間樣叫鹽梅啊，後面頭先有呢一片吼，之後佢味道係香梅，其實佢剩下啲係麻油吼，嚇調到佢炒嘅調酒。變到後尾時咧有點糊糊，建議清香梅吼，做得用油吼，沙拉油啊，豬油穿做油，下鹽再用啲香菇，因為我感覺可能少一點點枣的香菇的香味，做得用枣的香菇的香味，你看像粽子嘛，粽子底部就有蝦油啊，是櫻花蝦，還有菜脯啊，有啲嘅肉啊，冇事有啲香菇，其實是少啲香菇的香味。你做生意別個有香味咧，上下菜脯咧就海炒，麻油是水梅用啲啲會增加香味。你唔是挑選是用了麻油，電到一炒的時間調油是變到失去了後尾有一點點糊糊樣樣。好，希望呢兩家都做得好起來。不過體管地度呢，兩組係1比1咯，吼，那都是很好成績。馬上來看一下，今日7師傅帶來乜嘅好料嘅，我來撈大家分享咧。日日出大菜。好，看到7師傅出來就有好料嘅好食，大家有好料嘅做得來好咯。今日做嘅菜苗的嘛？雪花辣油飯。哈？雪花辣油飯。雪花辣是你按到雪花辣。哦，真嘅哦。嘅咩按到寶石魚啦，因為你有一點油啊。哦。它的汁，寶石魚哈，因為就是帶了凍枸杞嘅。你口感介於石斑撈嘅鱸魚嘅中間。哇！還有乜嘅食材咧？香菇、櫻花蝦、紅蔥頭、麻油、枸杞。這個呢？也係老抽。哦，那個是小朋友最怕吃的藥水。好啦，好，馬上來處理咯。啱啱講兩荷葉，荷葉，我等下我兩脆飯的表面，所以兩荷葉要啊。洗下是落去燙咧，哦，因為佢帶米咯喲，泰國米吼，我都先來切掉吼。咁佢就將問題掹問到啦，就是應該係講這個名啊，咁菜面後部還有個麻油飯，快速出油飯。哦，雪花辣油飯。所以家下咱個講到油飯吼，假是愛香嘅加香菇啦，我基本應用會上來做油飯咧。
是不是你们家有好事发生？哎呦，哎呦，先练习煮油饭。不是有第2胎啊？因为有啊，了海疫情时间有啊，直播卡有啊，唔对做嘛噶。你不都在直播吗？哦，上是油饭，我是在教台子教牛班，大家都煮个油饭。他一摆直播喺哪久啊？我算一下冻球的时间哦。先预告一下。系啊，先预告。好，了先表面好。应该都係快速出大菜嘛，哈，所以代表要意思啦，哈。有哦。你预计今日要煮幾久誒？哦，要那下好唔好？好，嚟，幾麼誠意？哦，要到，我要小幫手，合多啲。阿邊個？誒咩啊？大家有問題要問哦。先，我幾問咗問題好咧。因為我家下看到嘅。吹個好入嘅水哈，到底會挺大什麼？用那幾類煮湯啊，有什麼東西嗎？好少呢，好少啦，就真的直接倒掉了。哦，像了風葱頭，那就是切片時候咧。哦，等下會炒香哈，別香嘅。所以今日係炒U 盤啊哈，所以等下麗美姐做咧看清楚，互相交流一下。哦，也唔係。哦，也香菇咪係。啊，你係。等下不用該當背該點綴嗎？點綴，因為醬牛因冇食香菜啦，所以我根本要蔥白哦，蔥拍熟也變水，好也是炒咯哈。哦，很香哦，而且剛才呢，盧師傅才剛剛點到香菇，現在就讓他實現願望。哎呦，大家幫佢煸一下。跟我本身係熟嘅，也冇熟嘅。一熟嘅，一飯一料炒嘅時間話，我都要落去脆啱樣嘅啦。這個是不是有點像一夜干呐？冇，也係蒲燒，有啊，也其實做得食的，啊，那就先了。啊，這樣這個撈的嗎？冇，也偏呢，佢來頭是按樣嘅咧。哦，實際賣下價啦，因為今年係個價出太菜啦。這一塊很貴嗎？我買得起嗎？當然，因為金重可是這是寶石魚誒。係啊。他說寶石係當北就揸霧色嘅掉。哦，說不定他我也是寶石啊，你看到嗎？你看到？那是曬斑，那是曬斑呐。唔係寶石啊。沒。你看我哋啊，馬油還蠻平哦。哦。樣機會浮浮啦。沒，因為一般油飯都是加豬油，係，還有嘅嘛加豬三層肉，冇加那個魚內啦。嗯。師傅嘅那個創意，都變化了。係啊，像你有啊，會變色的，你櫻花蝦。哦，你啊撞落去，唔係一塊是全部落去哈。因為你櫻花蝦凍結是素的。冇人夾標。一普通佢煮上叫佢會腐。一般嘅蝦米未做得啦。做得啦，全部未做得咯。係係。你喺我發家就留一些本呢。係啊。按嘅時間，你啊枸杞下來。我先浸水啊，還是浸酒啊？浸水時候。好。我哋洗火掉。總得拿照拿來炒哈。我先浸過啦。我先浸過。哦，好，我哋來調味，來胡椒粉、湯、鹽、調油。哦。挑梅吼，是從幼到到麗美姐幼到長哈，差唔多哈。哇，當香哦，香梅出來咧哈。呢個印發下，還有感覺全係豐盛，所以更好看。調油，有啊，碎了。哎呀，黐到膊頭。安是灌火灌鐵咧哈。好，打過來咧。麻油。哦，灌火之後長來加。全部加。為什麼？因為好吃到干麻油味道好衝。啊，你老抽，好，老抽到調油嘛，又買正差，沒有調味過誒調油啦。哦，呀，全部你係冷飯咯，哈，從啲安樣冷飯。冰箱裡面拿出來去做得了。做得。哦，這個應該叫很下飯吧？哦，也有啊，撈啲膠膠啊。哦。我覺得可以放點干貝醬、XO 醬。做得。因為上街油飯嚟麼？有哦。凍結。要有先蒸好嘅撈飯呢？你係先直播卡煮，從一般的飯米是做得的。哦。不過我看過 YouTube 應該 U 盤哦，該飯它放的水不會那麼多是嗎？那要去到綿綿啊。我從我煮的是水到米1:1是做得的。1:1。哦，然後爆落去哈。可以啦，佢又增加一個香氣。中藥未做得啦。未做得啦。做得。
哇，其实他们做的蛋香食了。安东家，嘿，啊。真经出台菜耶！家里俩两溜饭一些，你了解爱？嘿，俺水了个好，俩长俩。来，伯谦带回家。用台的啦，等下啦。也是。哦，不用到当boy。拍了。所以没做得完啊。没做得啦。我听错係5啦。你像俩樱花虾没做得，落去水那没做得啦哈。ham猪肉没做得。诶，可以耶。好，俺是差不多落去蒸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俺就是蒸笼落去要变魔术5分钟，哦，所以俺要大家剩最好的东西。哇，我变魔术咧，来变魔术咯，来哦，可以了哈。我倒数吗？50，好了。哇！我真的想不到，盛装机，盛总结，底下就厉害的素材，本台家完全团到。观众朋友底下做的先团一下。对，开放留言区哈。可以了哈。我倒数吗？50，好了。哇！哦，俩水差不多5分钟就好嘞。哦，5分钟。拿起来。哦。好了。哇！因为基本上全是熟的东西啦，让它入味听听啦。点缀。我问一下嘉威，第一个蒜苗啦哈。俩系蒜咩？葱白个精髓。很低耶。为什么？俺以为嘿，按照这么很呛哈，就是。还没按辣啦，还按辣，哎，太干眼都可以讲述了。哎，丽梅姐加1分。好，俺是雪花辣油饭。俺用就好些喽。好，两个呢，看起来就是十分高级的。老太太一般是都会弄翻某 Q 用哦，低度用的黑两个爆伤，好，我就不多说了。看起来太太都懂事，吃看呐，请享用哦。请开动，你看个体质白石头俩哎，入口即化，有一点像鳗鱼哎，卤鳗用哎。哦，那旁的更香，那个也加香菇，加那个樱花虾也好棒，真噶小米老 Q 感的部分，你们进肉用版，好，赞哈，嘉威你吃到嘞，好吃哈，老妈妈还必高嘞，这个比较好吃。你答对了，因为我们比赛还没结束呢。先问雨瑶学姐哈，先问一下爸爸好了，祥杰哥，你觉得制服走动用办？师傅做的油饭，真的当中间原来太菜就嘛，原来搬走的时阵就蒲烧鳗鱼，较款的，这款的鱼肉，佮比较鳗鱼饭佮好吃。你看问下雨瑶哈，刚才学到师傅做的油盘哦，又好吃吗？又好吃吗？怎么说？那个鱼肉都很软，然后没有骨头。啊，饭呢？饭不会说很硬，然后软软的。跟爸爸做的比起来嘞，两个都好吃啊。动不会讲不会，你看他也知道比赛还是继续嘞哈。差一点就帮你害到诶。动哦。好，唔讲呢，也真紧张好食，但是还有一件事情，老太家讲，因为我头前体育馆 Q 黑一毕业，这个世纪大战哦，两组给乜都带，系咪做得纯粹嘅素养呢？马上就会进行最杯米馆的比赛。八边料理网，两嘴爱伫寒天嘅时间地度，用自天嘅食材变化出无穷样嘅料理。亚冠唔但将系比面西，没有比创意哦，都带爱嘴将系正经嘅八边料理网，一家之主，人力谁来上菜了？好，百宝箱又都要倒闭耶！嘿，等下打开了系嘛个食材哦，大家是要想一下做变化。
好，先打过来。八变料理王，鸡块，鸡块耶，生意的最好的耶。徐师傅，你会用的粥？应该是大肠是时候嘞。哦，这家婆，这家是浪桶拿出来蛋肠选。好啦，火锅本甲토마토酱是综合性。啊，变过嘞，因为你没有成啊。因为佢哋要混粉果，所以一定要泡啦。泡过以后，我哋做变法易豆啦，照炒椒盐呢。哦，冇意思做得炒得酱了，同糖醋鸡咪做得啦，嘛个要冇用来风水村做得变法。其实咪做得改变佢新刀啊，哈，切条、切块，全做得。看计量组嘅变化咯。对，要是我呢，我会来切到悠悠哎，然后变成像虾松一样。哎呦，哦，说的不能偷哦，不能偷哦。好了，马上就来进行2关嘅挑战咯。好，第2关都带风吹带来乜嘅菜名，请问一下菜名係乜嘅？顺中雞。孙仲杰，什么意思啊？看起来一听东澎湃，东有诚意嘅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哦，有吼。看一下咱需要今日记得咪準備當要創意嘅料理，cái菜名係乜嘅？熱講雞餅。熱講雞餅。哇，熱講雞餅吼，這個月亮蝦餅哦，cái地位都係蝦講，不過記得要去改良哦。哦，你要為他們信心喊話一下嗎？咱隨獻一下吼，今日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比賽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其實要做變化哦，真嘅農蟲藥，有時候不一定變得比較好，可能原味最好。所以多變不好，不如不要變。我不知道我們裝什麼正裝小變還是大變？都帶黑鳥變。小小的變化，還是台的變化。哇，嘉偉，你敢吃3色豆哦？不用。哦，敢。哦。媽媽搞得懂好誒。家下啲兩沙吼講嘅菜名嘅時間，我就很好奇誒，到底乜嘅係盛裝雞啊？一邊做，乜嘅係盛裝雞就係紅色、橙色、黃色、烏色、黑色，就是5行。盛裝打扮你。係啦，係。法種。俺是第一個做乜嘅咧？要做漢堡，係嗎？唔係。咩？你推唔出嚟？推唔出嚟啊！因為我覺得我炒嘅時候加醬料，所以我把底度嘅要米頭啦。要梅頭啦，它係熱梅。熱米啦。我靠，呢個蒜頭眼睇嘅水料去做乜嘅係啊？哇！因為我利用冬季嘅食材，水果呢喺冬季已經一個季節就生產嘅嘢，就拿來做料理。哦，你在播什麼？酸條你做啲醃一下客家啊？你可能有切片啦。哦，沒有。較好看哈。對啦。好。盛裝。我們先讓他們稍微準備一下，等下都做卡底在做嘛。好，加油加油哦。好。Hello 雨瑤。哇，天兒光還很易做。哇，這已經完全把它改變一個形狀了耶。對，家講，家牽到完全改變態。好厲害耶！雨瑤，這個是誰想到的？爸爸。好厲害，爸爸用為想到了。有的是啊，細人學下課的時陣，都是無料嘛。啊，想講雞塊當下用鋪的安尼，啊有的是要偏化一下，啊所以想用就算時頭就存個蛋餅啊，來夾來煎安尼。誒，不過今日做嘅這個蓋餅吼，係用軟餅嚟皮來做。一般是用潤餅皮嗎？也係乜嘅皮？兩種都做得啦。哇，我覺得弟弟真係係很好的幫手，懂乖。雨瑤，你家下啲背讀幹嘛食嘅東西啊？蛋哈。亂搶。還有幹嘛嘅東西？家下咩叫咖喱阿丸係乜嘅？胡椒粉。哦，我開始爆咧啊！開始爆嘅時，我十個問一個問題好了，因為我看到街坊遇到烏係乜東西啊？看起來咪係變咩烏皮嘅？哦，你係梅。梅嘅，一個滷嘅梅，係。你自己做嘅？我媽媽講話，我媽媽滷嘅。哦，媽媽嘅妹妹有滷嘅。用飯嫩的吧？係。啊，應該冇要做醬汁嘅係冇？係。哦。香港改變一下，
无烤肉无加烟道，就无加东西，安尼清方便。都做得假啦，系啊，都做得假。好，我们等一下都做了，借热一锅了哈，可以准备了。装起来。水梨感觉可以测较显色的。哦，贿赂一下嘛。你等下会先剪膏要用的系吗？嘿，我剪过了。哦。咁唔是用几刀用就几刀，唔是切条刀哦。是啊。你看，你看又准备粉哦。那个粉哦，做嘛该用诶？做勾芡，要开锅条嘛？哦，我沙拉油。哦，沙拉油。这是勾芡。俺孔吃了几个做嘛该东西。哦，先别用去啊。哦。应该三色都系同过咧啊。系。哦，熟嘅啦，熟嘅哈。刚迄老料包都低度吗？唔系。唔系。唔系，嗰個講切對半哦，係因為用葉梅啊。係啊。呢啲嘅醬係咪嘅醬啊？番薯粉。芝麻。還有醬油。哦。做鹹嘅。因為我看你準備水梨啊，佢唔會做甜嘅。要出菜豆腐還有練過冇？有啦。有嗬。嘉威有食過冇？有試過冇？有。喜歡嗎？想了2秒。可以啦。其實用切過以後吼，蠻像那種蝴蝶的形狀呢。啊，煎好以後咧，我們煎好以後要做乜嘅？我加料啊。直接落去哦。嗯。我真的想不到。盛裝機。盛總結。我最尾聽出係法拉必波安用啦。不過，伊下最厲害嘅素材本體茶完全團唔到。觀眾朋友，你下做啲先團一下。對，開放留言區，團一下啦。大家要得種嘅，呢把攞啲可能見上嘅種嘅種。好，先想一下，期待，好期待。你不懂會變呢？你變面嘅商圖吼，讓民主者又得。比哈，我也是翻面女王。真勁番茄係易做咧，杜好誒，杜好又擦擦哈。你比不懂會變呢？你變面嘅商圖吼，讓民主者又得比哈。真的。他也很會翻哦。我也是翻面女王。祥杰哥問一下，應該係講緊咩哦？就蛋腸那類煮甜甜嘛，還有加其他東西嘛？用梅肉，個原來汁嘅梅汁，個用刷砂糖落去，係會裝少啊呢。不是有一些酸甜的面頭，個皮的那個椰殼本身就鹹的，所以我覺得它味覺上面應該係當精彩哦。其實有點像嗰啲嘅講月亮蝦餅嘅嗰個醬啦，依家嘅外表都類似魚露啊，什麼嘛，順甜那種嘅醬，基本上摸長衣，摸長嘅對而家講啦，懂你啊，有啲呢種強。你那種做法咪都聰明嘅，因為地北都概括的哈，係做得熟嘅東西，熟嘅東西，加熱之後其實就可以直接吃。油可能不太夠了，要加一點油嗎？要不要加油？應該。來加油，加油。不要再。浪費咧。哦，該到皮薄薄咯，薄薄，你過來看啊。先過一款咯。哇！應該係用哦。照燒雞塊。而且等下會加水梨嘅落去誒。你有芡醬係嗎？對，還有勾芡，跟番薯粉。要哈。火溫都辣睇嗎？太地方。太對了。不要太多，不要太多。哦。我很記得你水醬是那種牛。可以加點水嗎？可以有水。可以了。好的啊。調油要加嚟嗎？還有油啊。還有加那個梨耶。水梨。不過我覺得鴨嘅面頭應該當貼片，因為啲嘢酸甜嘅。還有醬油。哦，你加點醬油啊。好。這很日式誒。照燒嘅感覺啦哈。好，我們差不多了。好，加油！等下就裝盤了哈。這些呢？
哦，切係爸爸來負責的吼。哇！大家睇，要睇到咔嚓咔嚓，有動數。好，可以了啦，倒數了，好要留意差不多了真的有咧，哎，好，差不多了走。數數。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啦！一個用椰殼變化出來嘅料理，你家卡針到咧？椰殼變化出來嘅料理到底係樣辦呢？馬上先對有薯片風吹嘅向下來品嘗咯。來，用皮咯，係哦，還有加黑芝麻呢吼。嘿，誒，冇用到嘅梅士咧。嗱，主要用做咩當針到誒？嗯。而且加個口味係較甜嘅，加上一啲芝麻，麻油味咁樣較香啊呢。你咪知你知道咧？懂好。琪琪妹說的到處料理都是懂好。好來，嘉威你知道嘞？哎，我覺得你很喜歡呢，其實都懂太好。你這有滿意嗎？有滿意吼。我們這邊很滿意。又要說可以。我問一下，祥傑哥，你知道幾多做營養版？兩幾安尼煮啊吼，鹹甜安尼凍下盤，係食起來嘛清爽。子木不魚瑤的講一下，你覺得他們做的怎麼樣？很好啊，很好。那個雞塊都有那種一點點的那種水果味。哎，超超，你有吃到那個水梨哈？佢記得介下做嘅書姐，我喺想講，會廢題冇？你結果唔會呢？喜出望外，真的。大家都看一下，攬出今日做嘅好不好？好，也是我們魚瑤大師做嘅哦。然後按照埋嘅葉公蓋餅，好。然後還有我們祥傑哥兼妹做嘅那個摩油醬。仲有創意嘅做料理嘅，今天有個醬成年的有個滷嘅梅嘅，當針到上監。你摩油醬吼，完全係畫龍點睛，凍好些。跟原本吼蓋個蓋殼頭是凍香咧，加落去吼解膩。嘉威你覺得呢？不錯吃。不錯吃哈，因為我覺得基本上用椰殼了之後，新年應該都會懂好啦。好，來聽藍隊的說法。來，祥傑哥，你咪算係大廚中的大廚啦，老幾個評價一下。偏偏安尼魚瑤安尼煎的時候，可能火較歹裝，變個無脆安尼，無其他我較凍的時候，當然就酥酥脆啊。食起來當中加月亮下邊個感覺。我今日做的咪凍好啊！你看佢真三水甜甜的，做到安用唔簡單。魚瑤咧，也可以再煎脆一點，然後裡面的肉味道還可以。啊，你沒有按照一下你阿婆嘅做嘅摩醬，很好吃啊！我真的覺得好好吃哦，裡外內合全凍好些。大家應該去安用起到啦哈。兩組呢，今日哦就會來變數樣嘅成績馬上就出來耶！先將起師傅搶本分數，冷水，再接再厲，好冇？加油！好，會不會平手呢？並購搶本分數，咩冷水？沒關係，你先來談公平哈。好，我冇本了風腿哦，我嘅想法係講吼，應該食材應該做在炒燥嘅時候咧。不用說炒個西北安樣是凍對味啦，是炒到安樣嘅啦。我為本了藍隊了片哦，我感覺佢凍有創意，有百變多啦。佮食到口感凍長，佮食到月亮蝦餅，還有佮壽司，咪做到嘟好，酸甜做到凍好。哦，希望兩片都不錯啦。阿邊個你有買其他的想法嗎？哦，你兩片其實全有自家創意的想法，但是我感覺吼，用佢個創意的搭配吼，雖然講差一點點好，都要煎好切掉啊，酥脆掉。吼，兩片其實放絲好冇強咯，我係用嚟講，因為我哋放條好雪到係呢雞塊穿係好酥脆的那種口感。我建議其實未做得你係用煎的，冇是用鋪的，挑下個係醬吼，煮好你可能人會裝用溫的。哦，類似說，迄種做一種咖喱醬啊嘛，個醬樣應該法國麵包啊，那種雞塊那種鋪到切切的東西，混個醬。哦，要你放些時咧，
其實要增加有層次，因為你係講下去煮的時候，其實會做到醬料，其他的雞塊就會變軟下去。一間嗰時哦，佢做嘅放出啊，做啲改變一下哦，講得會很好。好的，今日嘅成績呢已經出來，頭前係2比2，不過天意館嘅部分呢，藍翠得到2票，鼓手成績出來了，風吹得到1分，藍翠得到3分，恭喜今日藍翠大頭名，馬上來靜下我來頒獎咯，成績已經出來耶！啊，唔過呢，不管輸贏都係稱讚到嘅，冇錯，最棒的回憶了，請頒獎。恭喜咱最今日做得睇到3000曲嘅歌隨機，恭喜！風吹亞達 V M 嘅動站票哦，得到嘅係櫻花粉陶瓷不粘鍋具組，恭喜！然後，好，恭喜！然後呢，好的問一下哈，這行人要問的魚友哈，他的勝選感言就準備好了嗎？他說他大概準備了5分鐘嘅讓講啦。來，不你來講，跟大家分享今天參加的心得。希望下次還可以來參加比賽，然後希望下次還可以贏3000塊。哇，沒給人家機會咯。恭喜！因為基本上是都有天分，很有天分的小廚神，行擺還有加油，咋個來拿13000塊，好不好？又好一下爸爸，因為想這個係第2擺來嘞嘛哈，第1擺啦，第2擺又嘛正差嘛。第1擺較緊張啊，啊可能就準備好嘅東西，總冇記嘅安尼啊，啊今日安尼，我拖去都無間嘅訓練習安尼來裝啊。今日總要交不去裝安尼吼，其實表現得當好安尼。哎，今日總算拿到3000塊嘞哈，心肝都有爽了哈。總算恭喜恭喜！你們自己妹妹懂厲害哦，師傅有創意，TPT 出嚟很下飯。請你妹姐老太分享一下禮拜參加嘅心得。然後來再戰一次。哇！再來一拜。好。真的是一聽我戰鬥3000的人搞出緊張做的啦。好，嘉威呢？你有冇個心得老太家分享一下？下次能拿到3000塊。真的，他們就是我兵都帶，一聽我好好的呀，我就一家子就大100條命來，錯冇？錯，加油！拭目以待哈。好，今日正經動歡喜兩家呢，雖然講去年的時間有對戰過，不過今年呢又發現到兩務卡都提升了哦，料理嘅廚藝啊又個 upgrade，又帶點拉嘅橋下來比賽。冇唔錯啊，韓國記得今年咪帶來吼當厲害嘅秘密武器嘛，本大家形象當簽客，所以無論吼你係參加幾多擺嘅朋友吼，頭擺要參加個唔怕，夾夾來報名參加，冇聽錯你嘅選擇下行好哦。冇錯，依家之主等等睇起架橋下來挑戰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